汉那嘉义县民雄的中正大厦即阵啊是伫菜市仔底举办一场旧相片的展览，展出在地旧相片，也个学生囡仔调查民雄市场清刷的记录，透过行动关心传统市场的文化甲历史。看相片讲故事，一张一张民雄古早时的相片，展伫咧传统菜市仔内，来去的民众感觉真深刻。为什么要选择在市场办？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走到市场里面来享受这里的美食，对这里的这个饮食文化也有更多的了解。好啦，但是伤矮啦吼，伤矮啦。除了在地旧相片，还有中正大学的学生调查民雄市场清刷议员的时阵所做的记录。当初我们是跟着老师一起来调查市场搬迁的问题。其实很多摊商平常也有很多愿意搬或者是不愿意搬的想法，可是他们可能没有人会去访问他们，像是摊商工作的形态，或者是他们工作可能会有受伤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摄影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去关心咱这市场的迄个生活形态呀，从以前到这个今嘛呢。所以我感觉讲他们很有那个心呐。透过相片，然后传达出就是这些摊商们就是常年在这个市场里面，然后累积的劳动的经验。这摆展览有超过150张的相片，有学生家己翕的，嘛有在地人提供的，还有建筑系的学生研究的民雄市场。希望更较侪人透过参观这3层楼的展览，更加了解传统菜市仔，嘛找出传统市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